日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2月3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7篇12节到20节，列王记上卷第3章第5节到14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12节到1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参考分享的主题是光。伫圣诞节的时阵，咱伫圣经的2位的记载耶稣降生的经文中间，所看到的情景拢甲黑暗、甲光有关系。亲像马太福音第2章的经文讲到东方的这个术士同款，咱拢有迄种的经验，就是当咱出去佚佗，去到真悬的山，四界拢无有光的时阵呢，咱伫黑暗中的人会当看到满天的星。运气若好，佫会当看到迄个星号啦吼。那用这个角度来讲，伫黑暗中的人是比较容易看见光。对信仰角度来看，伫黑暗痛苦中间的人是需要光，互因会通脱离迄个黑暗。路加福音第2章记载，就是即种伫即个黑暗寒冷的旷野中间的人，得到迄个天使天君的光照，领受到福音，就去拜耶稣，改变因的生命。光其实还佫有另外一层的了解啦吼。当上帝问所罗门讲你要爱啥物货的时阵，伊就求上帝的智慧来判断，来管理上帝的人民。这是心灵内底的光，是上帝的智慧。列王记上卷第3章5节到14节，安尼记载。所罗门去基遍献祭，因为遐有上大的山头坛。伊伫坛顶献1000只精生做烧化祭。伫基遍有一枚上主伫迷茫中间，所罗门显现，上帝讲：你爱我赐你啥物？通对我求。所罗门应讲：你捌施大恩互你的仆人，对我的人辈代笔，因为伊用诚实、公义、正直的心伫你的面前生活，你就享受伊不变的疼，就是享受伊一个伊的作为，拄亲像今日安尼。上主我的上帝，答你互你的仆人接续我的老爸代笔做王。毋过我要少年，毋知着安怎治理国家。你的仆人住伫你所拣选的子民的中间，这的人民济甲未算得，嘛算袂了。所以，求你使你的仆人用明辨的心，通判断是非，治理你的子民。若毋是安尼，啥人会当治理你遮济的人民？主真欢喜所罗门所安尼按求，上帝就对伊讲：你既然安尼求，无为着家己丢长岁寿，无求好业，嘛无求消灭你对敌的性命，只有求明辨的心，会晓分别是非公正治理。我要照你所求的互你。我赏赐你聪明智慧的心，伫你以前无人亲像你，伫你以后嘛无人会亲像你。你要求的，我嘛要互你，就是富足、尊荣，互你伫世间的日子，无一个王会当甲你比。你若行我的道路，遵守我的规例甲诫命，而你的老爸代笔所做的，我就要互你长岁寿。耶稣基督甲军队者，就是讲，伊就是世界的光。只要军队光的人，就袂会搁在伫生命的黑暗中。虽然法利赛人未为明白，也无愿意接受，但是
人怎样会通好人光呢？会无法度好人光会存在嘛？吼，就算是讲真像中东诶人安尼穿衫吼，全身躯包较暗，日头幼圆悬挂伫天顶，这是无法度好人诶。但是若就亲像法利赛人共款，因拒绝相信、接受、继续秘伫这个黑暗的所在，嘛是因家己的选择啊。约翰福音第8章12、19、19节记载着耶稣甲法利赛人的对话。耶稣佮众人讲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对我的人袂搁伫黑暗中生活。反倒当有活命的光。”法利赛派的人就对伊讲：“你得为家己作证，你的见证无效。”耶稣因讲：“虽然我为着家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有效，因为我知我是对倒位来，要去倒位。毋过恁毋知我对倒位来，要去倒位。恁用人的标准批判人，我无甲人批判。我若批判，我的判断正确。”因为我毋是家己一个在判断，是请我的爸甲我做伙判断。个恁的律法有记载，两个人作证，伊的见证才有效。我为着家己作证，请我的爸也为着我作证。因就问耶稣：“你的爸伫倒位？”耶稣因讲：“你毋捌我，嘛毋捌我的爸。你若捌我，就会捌我的爸。”咱若是甲法利赛人共款，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，那安尼咱就无法度入捌迄位创造光的上帝，就继续活伫迄个生命的黑暗中啊。诗篇147篇12、19、20节。耶路撒冷啊，着称赞上主；锡安啊，着上赞你的上帝，因为伊坚固你城门的门窗，赏赐互城内的人，你互你境内的人平安，用上好的麦互你食饱，伊地发出命令，伊的话就传遍真紧。伊落雪亲像羊毛，落霜亲像花雨，伊落冰雹亲像幼鹧，伊透冷风，啥人挡会牢？伊一个命令，正下就拢消扬去。伊起风，水就流；伊用伊的话指示雅各，将伊的命令甲规例指示以色列人。伊毋捌安尼款待别国，伊的规例恁毋捌。哈利路亚，得称赞上主。恳求听阮的天父，帮助阮领受光，活伫光的下面，入咱基督也捌搁真搁活的上帝，并且领受救恩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